镜头转来看国内，花莲继续拼诉求，副总统萧美琴今仔日也去现场勘灾。另外，灾民安置的部分，行政院提供短期的补助，一人一暝上济2000块，上长补助14天。副总统萧美琴27临时新增加行程，佮到花莲勘灾，除了视察灾区，需要也到前进协调所，就需要政府协助协调。不过，花莲县长市政委因为勘灾，袂赴转来到公园烫抢，该由花莲县府代理秘书长廖忠陪同。萧美琴烦恼讲，若未来继续如何，可能佫再造成淹水的灾情，指示水利署这相关单位赶紧规划因应方案。这个河床这个高度提升，如果后续还有下雨的话，它的这个淹水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保障进一步的来保障民众的安全？大家轮流休息啊。那搬物件那花爱大家轮流休困，最后的清理工作时真硬斗，大家用沙条一直挖，要赶紧加工，互向卫生所揽土拢清掉。虽然物资陆续来到花莲，不过卫生所更加烦恼讲，医疗量能大大降低，乡民健康无保障，要赶紧互卫生所来恢复作业。那目前我们的医疗量能几乎降到0。对，那乡民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健康安全这些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如果今天这个地方不打开，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事。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罗建成赶紧启用这个高压清洗机，确认效果。20早起有800台的高压清洗机送来到花莲，灾区环境拢是落光霉，也有烂土。敢若人力清洗上班像有接加好水道头，就使用的高压水枪，清的速度会加真紧。不过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灾民的安置。要往外去住宿的话，他可以来进行登记，登记了之后就专员，然后安排车辆来接驳。行政院安心大宿方案27实施，对着集团公司也是在地原民单位设置的收容灾民，政府提供旅宿补助，一人一天上悬是2000块，补助7天，会使再延长7天。可能不会去住外面吧，因为我们家比较高，平房的他没有办法住，那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他。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样对啊，我觉得还蛮窝心的啦。华建成讲，政府30间花莲的旅宿业者会使提供大约700个床位，是短期营运的做法。中长期亲像租厝甲组合厝这方案，拢伫规划。记者综合报道。